社会局为了要照顾我们身心障碍的民众还有老人哦，我们每年花了非常多的经费在补助民众购置辅具。那我们希望这些民众使用过的辅具一旦被闲置，它其实可以再提供给更多民众，让他们被使用哦。老人家在家里上需要用助行器或者是四脚拐，可是他们不想要花钱，或者是觉得说花钱有点太过于浪费，所以利用这个2元资源辅具站，我们就会跟他说，这是人家2手的，可是还可以用。那如果你们不嫌弃，就拿去用，反而增加长辈们在居家的安全啊，借由辅具来增加他们更多行动上的方便。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社会局设有辅具资源中心及据点，提供各类辅具免费评估、咨询、维修租借以及2手辅具回收媒合等服务。过去每年服务约48000人次。为了让闲置辅具可以扩大利用，今年社会局扩大推动2手辅具回收计划，成立了38处2手辅具资源站，民众可将不用的辅具交由清洁队回收或辅具资源中心由志工加以清洁、消毒、维修后，再提供需要的民众申请使用，节省民众支出，更可达到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社会局长怎么说吧。在政府呢，每年呢在支出这个辅具的一个补助上呢，一年大概有1000多万。这个那么大的数字里面，我们如果能够透过这个部分的补助里面，他有买了一些辅具回来的时候呢，补助给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跟他有一个默契？当他不用的时候，是不是会回归给我们政府单位？那还有一些是不管是哪里的不再用的，我们透过环保局的协助，还有我们的辅具资源中心的这种回收呢，再整理一下，重新再把它赋予新的生命。当有些社区的人临时需要或者紧急需要的时候，不需要再去买，而且是短期需要的话，也可以透过这个部去借用，那增加我们这个辅具的一个被使用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增加社区居民的一些便利性。感谢我们在37区的这个里面呢，有38个这个辅具的资源回收站来做协助。那我们期待未来呢，会更多的资源站来加入我们这个行列。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7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受到疫情的冲击，今年台南市的庇护工厂中秋月饼订单嘛减少，所以台南市政府日前邀集企业用行动来支持。其中亚洲航空除了每一档拢购买1200盒的礼盒送予员工以外，今年阁加买1000盒，希望会当帮助职业灾害劳工甲弱势家庭。来到新地障碍关顾协会，所有庇护工厂的学员甲工作人员都来赶工，应付2000多客的订单。对于这群是行业来讲，经过疫情3级警戒无收入的日子，现在有大批订单入来，更加卖力。其中已经连续第4档，每一档拢认购1200多客的亚洲航空。今年伫疫情的难关，竟是加码1000客啊！毛劳工局长亲自到场，感谢企业的收听，场面温馨。劳工局棒不棒？棒。亚航赞不赞？赞。亚洲航空每一年都会跟庇护工厂订阅，大概有1200份赠送给员工，这是固定的。那今年我们亚洲航空卢天林呢，特别又加码1000盒，赞助给因为COVID-19 的原因，所以更要帮助弱势的团体。他们关怀的爱送到我们各家户去，让他能够感受我们台南市温馨、很有爱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让他这个中秋节能过得很快乐、很圆满。希望他能够这样的，尤其是在劳工，希望这样的跟他鼓励，能够再恢复信心，踏入职场。那我们身障伙伴，我们都希望他鼓励他接受我们的职能信念。
拥有职能，共同做伙嘛来这职场，甲咱做伙拍拼。面对政府甲民间企业的支持，新地障碍关顾协会陆续有订单入来。预估今年业绩甲往年已经差不多，相当的感恩。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很紧张，因为前3个月那个3级警报的问题，几乎都没有收入。那时候真的超紧张，而且也不敢下去订货。结果当2级为解封以后，那订单有稍微进来，那还是很感谢亚洲航空公司每一年都给我们最大的支持。根据了解，今年淡市的庇护工厂配合5倍振兴券，冇推出相关的优惠，欢迎民众踊跃选买，送礼可以当做爱心。但新闻管及采访报道。9月7号一早起，市长黄伟哲以及教育局长做伙前往中明国中进行友善校园周的宣导，希望杜绝校园暴力、霸凌甲性平案件的发生。市长嘛呼吁学生，如果收到唔知来源的影片，千万袂当凊彩传给别人，请学生一定爱知影保护家己，嘛避免伤害别人。9月7号的透早，市长黄伟哲特别协同台南市教育局长郑兴辉来到中明国中来，甲大家做宣导友善校园的重要性。活动中，市长呼吁学生一定爱知影要安怎来尊重甲关心同学。一定爱伫学校内底来避免霸凌甲性骚扰的事件发生，特别是伫即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大家人透过手机就用来互相传送影片甲消息，千万唔通想讲用唔知影名的方式，就伫网络出现霸凌的状况。都会做的这个友善校园的一个宣导哈。那我每个学期我都来，好，那因为市府是非常重视这个友善校园，杜绝一些校园暴力、霸凌以及性平的相关的案件的发生。好，那我们都说对于校园暴力零容忍，但是要如何做，还是要从教育做起。所以我们很希望说，我们的同学都能够跟老师、跟家长一起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成长。那同侪之间避免霸凌、避免暴力、避免用一些比较不当的言辞或肢体动作来造成对方的困扰。活动中嘛是爱维持防疫原则，控制现场的人数，所以透过直播的方式来甲大部分的学生做共同宣导，并透过动画来强调，大家学生不管是咧伫学校还是伫网络，拢必须爱保有素养。在崇明国中那么举行我们1年1度那么校园宣传周里面最重要的是友善校园。那友善校园呢，我想在国中这个阶段，那么尤其特别是重要。那么一直以来，我们其实特别关注的几项的议题像网络的霸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尤其青少年，那么人手一机，那么又是好奇心特别重的一个年龄阶段，所以有时候呢就会网络上那么随意的去散播一些这个不该传送的一些讯息，涉及到个人的隐私，甚至有可能会造成同侪之间的一些暴力或伤害。那我想这一个我们是今年列为特别要加强宣导的。活动的最后，由市长甲现场的贵宾做伙甲代表网络负面行为的气球讲互破。除了表现出市府大力甲推动友善校园以外，嘛愿意甲各学校共同来打造安全的学习环境。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是台湾山野重要产地，目前产量已经占比全国的一半。为了延长山野的保存期限，提升附加价值，全台湾第一间农产加工厂就伫咧玉井启用，预估一吨会当处理50吨的量，希望提升山野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了辅导农民推动农产品初期加工，伫农委会水保局的计划支持，为伫玉井台84线公路边全台第一间山野初期加工厂正式启用。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甲立委陈天辉等贵宾拢到场见证表明热烈。产品初期加工厂启用典礼圆满成功，请用检。初期加工厂的启用，除了让山野产销平衡，保障农民的收益，透过看守制作成各种加工品，包数据拢当食到美味的山野干，增加农产的经济价值。
市场表示，伫政府甲民间同心协力，将全力做农民的后盾，拼市场竞争力。经过公私协力，经过农友、农民还有这个生产合作社大家的齐心努力，可以帮助农民大大的解决许多这个农产品初级加工的问题。据了解，以山亚加工为例，目前一档处理量大约50吨，产值达到450万。加工场的自动化制停，除了让生产动线更加顺利、稳定产值加效率，更重要是保障食品安全，让台湾的山亚瓜迈向全世界。台湾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中嘉昆平连续举办媒体试读宣导活动，全农各级学校甲社区用实际案例，甲民众分享安怎分辨假消息。9月7号，在全农北区立行社区，甲社区的长辈互动，互长辈时代轻松了解媒体试读。试读就是判别，你要看一则讯息的时候，你不会被那个讯息牵着鼻子走。中嘉宽屏自去年起举办多场媒体试读活动，前进各社区以及校园，与大众分享各种认识与读懂媒体讯息的课程。同时，为了让来参加的民众对于课程能有更深的印象，主办单位特别引用网络上常见的真假消息来举例，并搭配简单明白的图卡，让参加的民众轻松学习各种辨别真假消息的小撇步。就是要查证啊，要到那个 LINE 的那个网站去查，拒绝假新闻，假资讯的传递，你觉得这课程对你有帮助吗？有啊，更让大家更认知假消息的传递可怕。头到有那迄个平台甲去落去查证啊。伊讲头到讲第3频道，卖个频道。不少长辈因为对3C 产品以及社群软体较不熟悉，比较容易误信不实资讯。力行社区赵福元力行姐对于中嘉媒体试读课程带给长辈的帮助，给予正面的评价。原来听到是媒体，我在想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太先进了，然后对长辈来讲会不会距离太遥远？可是就是实际看，就是他们就是上课的内容，然后就是带给长辈的，就觉得这个对他们也日常生活当中也应该是会有帮助，因为有一些消息的澄清，因为有时候我们都很容易就是跨检亚谁检，看人家讲怎么样就信以为真，然后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上课的方式，这样的讲座，让长辈他们学习到说，看到一个讯息，是不是要保留一下、停一下，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他们有给他们这个学习这样子的机会啊，学习这样子的机会，我是觉得还不错，对他们是有帮助的。9月7日在北区力行社区的宣导活动现场，大约来了20多位社区长辈来听课。为了让长辈有更多的学习动力，主办单位特别准备了丰富的抢答礼。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迎对媒体试读课程有兴趣的社区或学校，可以向双子星3冠王中嘉宽屏询问场次资讯。数位时代聪明试读站。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每当8月31号是地价税纳税基准日，台南市政府财政税务局提醒新所有权人，如果使用自用主体，要伫9月22号之前提出申请自用主体用地税率。如果超过申请的期限，就只会等到下年度才有法度适用。地价税一般的用地基本税率是1000%，
但随着土地所有权人伫个同一县市土地地价总额关价，使用的税率对10%到55%累进来扣税。但如果使用自用主体，税率却只有2%。如果所有权人有变更，一定要把握9月2日最后的申请期限。所谓的自用住宅，符合地价税的自用住宅要有什么要件或是限制呢？3个要件，2个限制。那有哪3个要件呢？就是说，土地所有人他本人、配偶或是直系亲属必须要户籍地要居住于该地。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房子的话，必须就是土地所有权人或是配偶或是其直系亲属所有。然后第3个的要素就是你要无出租、无营业。那有哪2个限制呢？那很简单，就是说你在都市土地的话，我们最多能核准你300平方公尺；那非都市土地的话是700平方公尺。那还有一个限制是什么呢？那是最重要的话，它就是说，在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最多全国只有1处的限制。那就是提醒民众，如果还没有申请的话，一定要在9月22号提出申请。市府财政税务局表示，因为今年申请杂志的进程拄好遇到中秋的连假，民众会用利用财政部税务入口的网站来申请，或者是利用台南市坐点跨区的专功能税务柜台，甚至用邮件来申请，拢会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根据国际癌症研究中心针对槟榔籽的研究调查，证实槟榔籽是属于第一类致癌物。长期剥槟榔容易刺激口腔的表皮细胞，造成损伤破坏。基美医学中心提供专业的解槟榔服务，透过各管师的长期追踪，成功解毒率高达90%以上。国人剥槟榔的习惯，拢会加入老陈、老花，或者是石花等添加物，因此增加致癌的风险。虽然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每年鼓励有食薰或者是剥槟榔的民众，爱来接受口腔黏膜的筛检。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接受筛检的民众却明显来下降。对此，基美医学中心社区发展组来呼吁，只要有食薰或者是剥槟榔习惯的民众，也是要照常规来接受口腔黏膜的检查。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2018年癌症登记报告资料显示，口腔、口咽及下咽恶性肿瘤为男性癌症的好发第3位，死亡率为第4位。尤其口腔癌病人发生的平均年龄为57岁，是家中重要的劳动人口。离癌后对家庭的影响甚巨。受到疫情冲击影响，奇美医学中心配合防疫进行医疗降载，更自行减少非紧急性医疗检查。至1月到7月，本院接受口腔黏膜检查的个案，较去年同期减少18.67%。随着疫情降温，奇美医学中心呼吁，有抽烟或嚼食槟榔习惯的民众，应定期或常规接受口腔黏膜检查。基美医学中心对2017年提供专业的解毒槟榔的服务，到目前累积将近500位个案。在解毒期间，透过各管师的面谈甲追踪，成功解毒率高达90%以上。因此，欢迎有意愿的民众会用透过癌症筛检站、电话06-281-2811、转分机53289来找找专业医疗人员的协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远东科技大学今年来才成立的回零机修复系。其中创新的无人回零机课程，去引真侪高中级学生的注意。学校嘛希望会当借此提悬学生多元的兴趣，加一项就业的选择。相信一般人听到回零机修复系，就是训练学生到民航公司将事后勤维修。不过，远东科技大学成立这系，其中也看准无人回零机的多元价值，所以暑假期间特别开办线顶体验。透过手机的 App 地当来控制，相当特别，希望鼓励学生有多元的出路甲竞争力。我们会有一些无人机的课程，除了
教同学怎么去操控无人机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当今天无人机有故障了，包括它的整个主机板啊、飞控啊，或者是它的结构有损伤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去做维修。然后平常我们也教同学怎么去保养维护我们的无人机，因为当你的保养维护做得好的时候，那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那无人机出状况的机会就会比较小。这是我们的整个无人机课程的一个训练的目的。课程当中嘛，邀请大学1年级特别公司聘用的学长杨胜宏来分享，并且示范各种高难度的飞行，以家己对高中一路行来经验来鼓励学弟妹。我们知道遥控飞机是一项昂贵的兴趣，那因为它很昂贵，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功课，利用我们在飞修课所学，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放到遥控飞机上。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如果我全部都自己做，买零件回来组装的话，它花费不会那么高。然后我就开始组装遥控飞机，然后开始飞，开始学。伫课程的体验活动嘛，难得有女性的新生加入，看准该系有真大的发展。就当初设想是觉得这个蛮有发展性的，然后在听完学长的生涯规划之后，觉得，这个跟我当初预想的差不多，希望未来可以跟像学长一样厉害。学生虽然有高度兴趣，不过如何将兴趣转化成就业，带动产业的发展，拢值得期待。咱来新闻军及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分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的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早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9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